歡迎收睇港深置業全網評測最專業嘅頻道。大家好，我係森。真係估唔到啊！坦洲呢個地方咧都出咗個新規產品，使用率咧超過130%，竟然比華發大4代嘅住宅仲要高。呢個項目一直俾人炒作為世外桃源，300畝嘅湖景咧，加4公里嘅環湖跑道，以及20萬平方嘅湖濱公園，每日沿住呢個湖邊棧道漫步咧，呢種悠閒鬆弛嘅慢生活，確實係相當寫意。而且8字頭嘅單價咧，亦都格外吸引。但係1000個觀眾就有1000種睇法，總有部分聲音表示不滿。老規矩，缺點我會放喺最後。我哋先上基礎信息。項目名稱叫做錦繡國際花城，係由敏捷集團開發。項目位於環洲北路9號，屬於坦洲北部片區。整體係一個建築面積高達265萬個方，總規劃戶數約16000幾戶嘅超大型社區。容積率係3.0。今日嘅主角係5期2區4棟戶型，分別為110方、127方、138方以及6棟88平方。2027年年底精裝交付。目前整個屋苑已經有3萬人口入住。咁國際花城憑咩優勢吸引到眾多港澳街坊扎堆入手呢？第一，價錢先係王道，均價先至9000蚊。仲有部分嘅特價單位8字頭你就可以攞低，甚至再低我都可以幫你傾得到。再加上超高嘅使用率，對於預算有限但係又想住大啲嘅朋友咧，真係好難唔心動。第二，實用率超高嘅戶型，發展商靠陽台、飄窗、中空平台呢啲半贈送或者全贈送嘅面積，做到超高嘅使用率，就好似新推嘅戶型，唔單止陽台大、房間大，主臥仲可以整個超大嘅衣櫃，而且總價都幾抵。低首付5萬蚊起，上車門檻真係非常之友好。第三，生態環境超稀缺，坦洲常年都係收爐，城市界面又一般，但係呢個項目有300畝嘅生態湖畔同埋環湖棧道，寧靜又綠色嘅居住環境，無論喺坦洲或者係珠海都係好稀缺嘅存在。第四，對港澳客通勤便利度高。項目提供咗多個港澳直通巴士服務，真係啱晒港澳朋友往返嘅需求。過關直落到屋企，一腳踢可以搞掂，唔使騰嚟騰去，多費功夫。OK， 我哋而家咧先睇完佢嘅示範單位，再同大家去總結下佢嘅缺點。OK， 今日 Sam 咧就用第一人稱嘅視角帶大家睇下呢一個全新嘅戶型，睇下戶型圖先。1:10平方嘅單位咧，呢一度可以做到4間房嘅，1、2、3，再加埋呢一個贈送空間就4間房。而家樣板房咧就將呢一埲牆打通咗，將呢個廳咧變成一個超闊嘅廳位，非常之舒服嚇。使用率咧亦都係超高，呢一個係超過120%嘅。入戶門咧就係右手邊嘅第一個贈送嘅空間，可以做咗一間房㗎嚇。呢一度咧亦都非常之足夠作為呢個兒童房去使用啊。到時交付嘅時候咧，呢一度個位置係一個飄窗陽台嚟嘅，咁呢個屬於個半贈送嘅空間。再翻嚟到呢個廳就舒服啦，嗱呢個位咧就呢度就駁通咗一間房去作為一個廳，容納到成個空間裏邊。再到飯廳入嚟，呢個就非常之似呢一個華發大4代住宅嘅一個佈局設計，做咗個半開放式嘅推拉窗啊。當你唔使煮到好大嘅菜嘅時候咧，你可以開咗佢啊，咁你就可以形成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亦都係好舒服嘅。我最中意係呢個客廳嘅尺度，可以感受下5米幾接近6米嘅一個尺度啊，非常之舒服。呢一邊嘅話咧，佢係異地樣板房，所以到時候咧會同呢一個實體交付嘅時候係有出入嘅。而家用緊嘅係最靚嘅 view 啦，喺呢度可以講係。可以再睇翻呢個客廳裏邊，咁樣望出去亦都係超級舒服啊！再睇埋我哋休息區，呢度而家做咗2間房嘅佈局。呢個位置洗手間就最接近交付標準嘅樣貌㗎啦。呢一度見到嘅，佢仲有個3折疊嘅鋁門啦。好，再轉翻過嚟呢邊，作為兒童房呢個位置咧，可以做兒童房。呢度亦都有個非常之大嘅空間嚇。呢間房咧就尺寸就對比其他嘅兒童房係超級足夠嘅，1:10方，使用率真係冇得講。再轉翻過嚟主人房。270度嘅飄窗景觀就係而家大4代住宅嘅一大特色啦。
但係國際花城咧，亦都冇一直宣傳話自己係第四代住宅，佢嘅使用率可以講係超過第四代住宅嘅使用率。1:10方呢個尺度就超級誇張，你睇下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就已經超級闊啦，去到大概1.2米左右。三邊嘅落床位啊，哇！再睇下呢個飄窗，如果可以想像下你喺高層裏邊有咁樣嘅飄窗行，可以望到一線嘅湖景，係相當之舒服嘅。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一個贈送嘅空間嚟嘅。呢一度咧就做咗個衣帽間，佢交付嘅時候咧係實際係一個露台嘅佈建嚇。咁你自己嘅話要做翻個風窗去做翻呢一個衣帽間，係相當之舒服嘅。仲有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，同頭先嘅尺度差唔多。OK， 我哋而家咧去睇埋第二個127平方嘅樣板房先。OK， 呢個咧就係127平方嘅單位樣板房啊。咁呢一個空間咧係我現時裏邊最中意嘅戶型，127平方呢個位置係唔需要做一間房嘅打通，佢就擁有一個超闊落嘅廳位。咁1、2、3、4，一共係4間房嘅空間，我哋一齊睇睇。依舊啊，入戶門嘅呢個位置咧，就係第一間房啊，贈送嘅空間位啊。到時候交付嘅時候咧，都係陽台佈建交付嘅嚇。交付嘅時候你要封一個窗咧，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，亦都係相當舒服。OK， 跟住入門左手邊咧，呢個就可能部分人會介意。入嚟之後，呢一度係一個第一個洗手間啦，但係佢都做咗呢種3段式嘅分離咧，做到乾濕區嚇，相當舒服。嗱，可以再感受下呢個客廳嘅尺度。呢個咧就冇打通過嗰間房嘅，咁大概4米幾，目測有4米幾嘅一個闊度嘅一個客廳嚇。連住呢個陽台咧，係連住另外一間長輩房嘅，亦都係超級舒服。呢個陽台咧，預計有7米幾嘅闊度啊，非常之誇張啊！都係嗰句，呢個景觀咧，同實際交付嘅時候咧係有少少出入㗎嚇。OK， 再轉翻嚟呢邊睇下個飯廳。可以睇睇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做咗呢一種中島台啦、半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咁樣佈局嘅一個飯廳。可以睇埋後邊嘅一個露台，佢係做咗個風窗嘅設計。呢一個到時交付嘅時候咧，亦都係一個露台位置，屬於個半贈送嘅空間嚟㗎。所以呢邊轉翻過嚟到休息區睇睇。第一間房兒童房尺度，每一間房呢一個第四代住宅，我覺得係誠意嘅點就喺每一間房裏邊都非常之夠闊落，哪怕兒童房都係尺度相當之大。最中意係呢個長輩房啊！呢個位置咧望出去係直接可以行出呢一個露台嘅，呢個屬於景觀露台啦，直接可以連埋到客廳嗰個露台嚟嘅。呢一度係做咗個風窗嘅設計，如果你自己住，亦都可以咁樣去佈局。我哋再睇埋最後嘅主人房，主人房亦都係超級驚豔嘅地方，270度嘅景觀窗。如果你唔係好多人住嘅情況下咧，我覺得1:10方所有嘅優秀嘅特點已經有晒㗎啦。所以喺呢一棟裏邊咧，細面積其實都夠用㗎嚇，感受下呢一個湖景先。OK， 轉翻入嚟，亦都有個獨立嘅衣帽間啦，喺呢一個位置啊。呢一度咧，亦都係超級闊落啊！其實1:10方亦都俾到咁樣嘅尺度你，唔多人住，好多香港街坊其實如果買嚟退休養老，細面積嘅單位其實都好夠用嚇。呢度仲可以放個浴缸，127平方。OK， 咁原來4期咧就送埋全屋家私家電嘅，咁而家5期咧就冇噶啦，但係送嘅咧就變咗係面積比較多咗啊，送嘅係面積啊。另外咧仲有在售嘅一個138平方嘅單位，以及88平方嘅單位咧就暫時未有樣板房嘅，到時有嘅時候再帶大家嚟睇一睇。咁我哋而家咧再同大家去總結下佢嘅缺點。咁喺大家入手感受國際花城之前，到底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？第一，位置，項目地處於坦洲北浦，相對於坦洲南部片區嚟講，確實係冇咁方便。無論係去周邊嘅大型商場，亦或是去珠海，都需要耗費一定嘅時間成本。而且地塊分割，項目係以生態湖為核心組團式佈局。雖然佢營造出低密度嘅居住氛圍，但係都導致咗每一期嘅地塊都形成咗物理隔離。第二，項目期樓交付並且係異地樣板房。喺整個坦洲眾多現樓項目嚟對比，確實係存在明顯嘅短板。而且項目係從開賣以嚟到依家都未開放實體樣板房，
實際交付嘅景觀效果同埋採光通風多多少少都有啲出入嘅。呢一點係會令到唔少客戶到達現場後冇辦法做決定嘅主要因素。第三，項目體量過大，過度依賴港澳巴士同埋992、993呢兩條跨市公交線連接珠海。對於部分養老嘅群體或者冇車嘅家庭嚟講咧，出行便利度會受到限制。雖然後續有可能根據人口嘅增加而改善，但係公共交通嘅豐富程度同坦洲南部嘅片區嚟比，依然存在一定嘅差距。整體嚟講，如果企喺居住屬性嘅角度嚟睇咧，錦繡國際花城呢個盤，無論係自住抑或是養老，都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。屋苑內仲有港澳直通巴士，出行十分便利，而且景觀更係佢嘅一大亮點。畢竟喺普遍密度偏高嘅坦洲嚟講，咁樣嘅湖景確實係少見。但係大家需要注意，唔係每一戶每一棟都可以睇到景觀㗎嚇。如果你想了解呢個項目更多嘅資訊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。我係阿森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，可以喺評論區打上支持，幫我做個數據，持續關注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